出品嘅賣相咧相當接地氣，可能都會因此勸退唔少外貿協會嘅食客。呢餐2個人，總消費386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石崗莊園 Theo， 又到咗試新店嘅日子啊！今日咧特登嚟五羊試一試呢間老海腸撈飯。晚黑9點幾到店咧，店內只係剩低老闆同佢嘅朋友喺度小酌緊。得知咧仍然咧喺呢個營業時間之內嘅，我哋咧先安然落座。我都仲係第一次喺廣州見到活嘅海腸啊，以及咧咁鬼大條嘅白飯魚。雖然門店裝修相當樸素，但菜價咧其實並唔平㗎。我哋咧係衝住海腸撈飯嚟嘅，但由於佢嘅價格並唔低啊，而且其中嘅韭菜同埋葱咧都係唔可以飛㗎。鑑於大佬唔食韭菜同埋葱，一個售價過百嘅飯，只有我一個人食嘅話咧，好似唔太符合經濟原則。於是咧，我哋就淨係試探性咁點咗幾個菜試一試佢。白灼鳥貝係提前處理好放冰箱備餐㗎。本來以為咧鮮度同甜度都會大打折扣，但細估唔到大打嘅咧只有我塊面啦。雖然配咗芥末同埋豉油，但我認為唔點任何醬料咧係最能夠食得出食材原味㗎。鳥貝嘅口感咧係脆嫩㗎，冇因為放冰箱備餐咧而被抽乾水分，甜度非常高，係嗰種貝類獨有嘅鮮甜，好啱我口味㗎。輕輕數咗一下，呢一碟之內咧，大概就有20幾嚿啦。頓時又覺得呢個價格咧都幾抵玩，我強烈推薦啦！青島大毛加辣，加辣係青島及山東半島地區咧對諸如蜆啊等貝殼類嘅方言稱呼。我都仲係更加習慣咁將佢稱為毛蚶，同平時食嘅生醃血蚶唔同啦。一般嘅毛蚶咧可以生得更加大隻，而且佢嘅外殼上咧有住標誌性嘅絨毛。血蚶個頭咧一般偏細嘅，學名其實咧係叫泥蚶。兩者嘅生長環境完全唔同，因此咧食起身嘅味道同埋口感咧都完全唔同㗎。毛蚶嘅肉更加厚，脆感比血蚶弱唔少㗎。一唔小心煮過濃嘅話咧，口感咧就會偏硬。唔點任何醬汁嘅話咧，係可以食得出呢個食材自身嘅鹹鮮㗎。順帶科普一下啦，毛蚶真係唔係日料入邊嘅赤貝㗎，只係咧個樣生得有啲似嘅啫。赤貝嘅學名咧叫灰蚶。兩者嘅關係咧可以類比為大足甲魚同埋小足甲魚，只係呢個樣生得有啲似嘅啫。實際上咧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物種嚟㗎，大家咧唔好撈亂啦。試咗2個白灼嘅菜式，感受完主廚對生熟度嘅把握之後咧，咁咧就再嚟試一試2個有關炒工嘅菜式啦。辣炒紅島加辣同埋淮花炒雞蛋。冇錯啊，淮花炒雞蛋係比炒蜆貴10蚊㗎。唔知道聽到呢度大家會揀邊個呢？據說啦，呢個紅島加辣係真係嚟自山東青島紅島塗灘㗎，係唔係真嘅呢？我就無從考究啦。但呢個飽滿嘅狀態同埋鹹鮮嘅滋味，真係比普通嗰啲新加坡廉價好食太多啦。雖然咧睇起身水汪汪咁，但其實咧鑊氣仲係在線㗎。辣度咧都比較克制，僅咧只係令呢道餸更加惹味嘅啫，並唔會俾辣度搶走風頭㗎，相當唔錯，我強烈推薦啦。至於淮花炒雞蛋，我其實咧就冇太食明白㗎，下次有機會嘅話咧，我會更加願意食同樣價錢嘅大銀魚炒蛋啊。試咗幾道菜都係滿意居多，於是咧我決定把心一橫，咬牙試一試呢個用新鮮海腸做嘅味精炒飯啦。呢一啲細碌好似豬腸咁嘅咧，就係熟咗之後嘅海腸啦。新鮮海腸嘅口感同味道，同我之前食到過嘅凍貨海腸咧完全唔同。口感咧係脆嫩無渣嘅，而且真係有住類似味精嘅鮮甜㗎。但咧都唔至於真係好似食味精咁誇張。要比甜度嘅話，我認為頭先嘅鳥貝高出好多啊！呢餐2個人，總消費386。有句講句，呢間店嘅海鮮河鮮食材嘅鮮度咧真係冇得彈㗎，而且品質咧都相當唔錯。裝修樸實，出品嘅賣相咧相當接地氣，可能都會因此勸退唔少外貿協會嘅食客。更加唔使講拳頭產品海腸撈飯嘅價格啦，相信都會勸退唔少人。因此咧，我都問咗下喺山東嘅朋友，據說啦，最近呢幾年海腸價格咧升咗唔少㗎，菜市場入邊賣嘅售價咧都係過百一斤。相反啊，嗰啲凍貨咧就只需要幾十蚊嘅啫，但味道同口感咧真係差幾條街咁遠啊！反正咧就衝住鳥貝同埋辣炒紅島加辣，我都一定會再嚟㗎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